點解有些人天生就係領導命？八字精官全解釋，睇下你有冇做官嘅潛質。點解有些人天生適合做領導，但有些人明明能力好強，卻總係懷才不遇？今日我哋就嚟揭秘八字中呢個決定你事業格局嘅關鍵密碼正官。首先同大家劃重點，正官就好似你人生入面嘅 GPS 導航，佢代表嘅係社會規則同正統道路。如果你的正官冇被破壞，恭喜你，你天生就係體制內寵兒。想象下年柱就好似你人生嘅地基，當正官喺年柱嘅時候，你爸媽肯定係虎爸虎媽類型，細個嗰陣背唔出課文，可能真係會捱戒尺，但咁樣嘅成長環境反而令你特別適合考公務員、入國企，喺家族入面講嘢都特別有分量。呢度有個性別差異要留意，女生月柱見正官，簡直就係人生贏家劇本，容易嫁得好，仲可以繼承家業。男生嘅話就係長輩眼中嘅乖仔，但要留意啊，呢種乖可能會限制你嘅發展上限。你另一半會唔會係咁樣㗎？日柱帶正官嘅朋友，你哋嘅婚姻簡直就係模範夫妻樣板間。男生會娶到賢惠持家的太太，女生會嫁俾穩重靠譜嘅老公，雙方父母見面都笑得好開心。重點嚟啦，時柱嘅正官，呢類人嘅子女運特別有意思，孩子可能就一兩個，但個個都係學霸加孝順仔組合。不過你自己就容易變成工作狂，小朋友開家長會，甚至要助理代你去。呢度要劃重點做標記，正官最驚遇到雙官，就好似導航遇到磁鐵會失靈一樣。但如果你的八字有財生官或者官生人，咁簡直就係開掛配置，升職加薪就好似坐升降機咁快。正官就好似你人生嘅安全氣囊，位置唔同，保護嘅重點都唔一樣。想知你嘅正官有冇被破壞？評論區留下你嘅生辰，我幫你睇下。覺得有幫助嘅朋友，記得3連支持。